后来搁来正大消息，国民党来推动公投白大选，甲反对美国猪进口两项的公投，已经收到超过4万份的联署书。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再去甲第一阶段联署书送到中选会。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认为，国民党推动公投，拢是为着要重新来启动第4核能发电厂。江启臣来反击讲，郭建明根本就是得哥斗菜刀乌白斗。人民要公投，力挺台湾猪。大声话口号，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带领立委，甲公投白大选，还有反对美国猪肉进口联署书送到中选会，呼吁中选会不要卡案，不要卡案，你卡的不是国民党，你卡的是一个整体的民意，整体的民意有高达70%是反对瘦肉精猪肉进口的。国民党推动公投白大选，还有反对美国猪肉进口。负责人是江启臣，还有立法院党团总调林维洲，收到12019份，还有20170份的联署书。但是国民党伫2018年推动公投的时阵，捌去发现讲有幽灵联署，引起争议。这一次其实联署有超过4万份，那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一一来做清查所以今天送来的都是完整的资料不会有问题。但是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认为，国民党推动公投其实是为着要让核实顶运转。得哥斗菜刀啦，杀了乌白斗啦，柯总召展现出来就是民进党对于民意的态度，就是一个酸字。两边互相呛声，国民党希望第一阶段上万会当伫今年底进行通过，第2阶段大概需要29万人，只要会当通过，就会伫明年8月28公投。